位聽眾，歡迎對嚟我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哋嘅特別嘉賓，特別啦，估啦就嘉賓是英國嘅蘇士傾一條，加人嘅檳榔，一個哦，鬼一個加崩咧一個加鵝骨，唔是鵝骨，鵝頭，鵝頭一粒，鵝頭飲血飲血，冇 H 叫即係知唔知叫鵝頭哦？我介紹你啊，而家是寫大佬嘛，你寫大佬特別是大佬嘅意思是日本那面嚇太冷嚇，特別講大佬咧是我就覺得大佬嘅時我咪想到鵝性咯，反正比較叫我大佬嘛，你叫大佬，我講你寫所叫鵝頭咯。哦 ，OK。了，即哪裡本是舊啊，嗱人改編無新，你知道？舊咧。好人食飽未？出現一集啦，你叫古啊，隻啊。出現一集就是舊啊嘛。我食飽啦。我未。你未啊？你未食咩？我未。我點聲無聲嘛，都是無聲，伊都是未食個啦。你淡仔食咩？到時見淡仔都食咩？dinner 咯，訂冷 dinner 咯，個係咩？我唔是下晝食咩？我食叉鼻粉啊，覺得。你嘛勁啊咪？叉鼻粉。蔗叉鼻粉。蔗啊蔗。蔗對 vegetarian 呢？蔗叉鼻粉。菜叉鼻粉啊！你係個尋紅豆湯。紅豆湯，哇！真係一隻。看到我啲英國妹食個隻檳榔款，香笑。你嘛做咩啊？我爸是 chef 啊嘛。哦，哇！未使，只得就除了一件你英國事。London。英國是大為個 free 咯。佢搞到4磅啊！你把佢參觀了？冇啦，做緊啦。佢嚟特朗我幾知啊？佢搞慣了。我叫佢等於咪寫佢嘛。哦，安怎？伊做緊啲好料，我講你咩疾病啊嘛，你等咪識佢一間真係好生意，對。你幫佢搞慣咯，變你行緊都拍廣告。拍廣告，free 咯，是咯。但啲借呢邊。sponsor 啦，我自己拍廣告咧，是對隨時很接 free 嘅話。是啊。喂 ，parents 有聽過你都。我有冇聽過我？叫我本條 CD 可以聽。本啊，我咪是啷講去聽，就係那是你爸爸啊，你時間聽。我就話媽，我爸唔時間聽誒，冇啊，尤其是我媽。伊個妹我講，伊是啊，伊妹講你明小紅啊，伊樣有夠低，我講小紅有冇出現真係古嘅嘅。是咯。小紅就夠啦咯，伊。啷去喂你倫敦係咪啊？倫敦嚟啊！去倫敦嚟啊！去試下啦，要叫即小紅嚟啦。小紅我冇看到。小紅是女朋友，你自己 invite 嘛？我 invite 到埋超級埋，呢是一部影嚟講，然後你這禮拜啷講咩啊？這禮拜啷講對，講好車，啷個那是畢業啊？畢業啦！呢個就真正年啦。我畢業2年。冇估呢本啊，啷個少年啊，字牙啦係啊，八個字嘅頭，往字嘅頭嘅。字嘅頭。我字嘅頭咧。啷字牙係白啊，等於用頭講個卡嚟丟嘅啊。冇講隻字啊，差唔多3。差唔多半字半流啊是。我估隻估個垃圾。就係都少年啦 ，OK。你少年啊，少薄，我頭少年個嚇。對。特別少年嚇，佢是那少年嘅人咧，就拿會記樣頂到啊是讀冊，點寫搞笑，讀冊是。對啊，可能當今次能新嘅啊，樣未作弊嘅辦法更加特別咧。作弊好叫我叫做咩？作弊咯。做考車是頭款，人講考車是頭款。頭款啦。頭款。講話出貓啊！出喵。不，考車是頭款啦，即係每隻細漢嘅聲，即係額頭是細漢嘛，額頭就係較會記，用細漢嘅時，唔是細漢，伊點到讀車時啊，就頭款時，你是按怎頭款你？考車時。我冇頭款誒，我唔是叫頭款，中學嘅時按怎你就。用我話你 objective A B C 嘅咯，然後我人就看咯
A 是幫目睭 ，B 幫皮，C 幫耳啊，D 幫嘴呢，都在講病嘅，都在哦。你是然後啊，邊日再講第幾題啊？第幾題咱用多卡加卡咯。多卡都要幾快，就是第個哎呦，哇！你第個十條是咪要個卡準？嚇？第個十條是咪要個？我十條都嘛要多卡5擺嘅嘛。哦，哇！浪子真厲害咯！哎呦，等陣冇法度，浪真呀厲害，都被拍手啊！個比 Mission Impossible 個好了啊 ！Mission Impossible 浪真呀厲害，嚟講就我有嘢等陣停咗陣啊，等陣 sorry 啊，我是俾各位聽講，嗱我細漢個大漢啊，我靠只唔捌頭看過啊，所以我就我唔是講買頭看，我是基本我就驚啊，所以我唔捌頭看過。嚟一直嚟講，所以我唔知嘅，浪做我本唔捌頭看，特別難看喎。人看啊，特別有看我，我決定到叫我放課嘅時候，我甲人講，若是你要頭看我做，你唔通叫我，你就當着我就起手誒，我講你個愛看，你個我無看啦，我講我無買掉啲看，每我放了，我平常時很準，就是你會看到你就看，你就抄我插你人濟，特別你望當着我是起手啊。我真係解啊，我有一道試過事啊，坐我邊啊兩個啊，就是啲倒手邊下叫傳上咗後，我叫我傳後，我正手邊下叫咋。哦，我冇啊，我就起手啊，度步樣啊。我真係原來一隻無辜嘅時候掉呢掉又講，我唔是話是人我嚟。你個掉呢啊幾貴啊？冇啦，冇掉呢，冇掉呢，冇掉呢，掉呢嚟講個解。是講那是我是講，那是我掉呢嚟講，我試嘅講，我明明都唔是話是點時候多佢嚟叫我點我嘅別叫呢。誒咧，你接到啲人講啦，我頭會告訴，有第個十表示多卡有5擺，有加卡。加卡是個位數，多卡是10位數。哦。後面，我不要聽，有你人不要聽華語嘅，你知道？OK。多卡加卡是3，如果他3不如拿多少？冇。未記啊 ，sorry。199啦。我離開掉我隻股。哦，199啊。加卡是199啦。了。了多卡咧是10、20、30、40、50你看咯。哇，明白。哦。你咪講20、意思你就多卡有攞到，加卡有1刀。對。啊。哇，真超。誒，浪姐唔是佢行開佢讀冊啊，唔係佢記讀啊，都免做，免抄。我陣時都有嘢未曉，你特別安尼看了啊。我當時都有嘢未曉，你做咩安尼？唔是喎，冇你頭先未講，你清楚喎，你這是 ABC objective 嚟講啊，因為你未曉，你自己叮當叮嘛，是個好嘅，你話你肯掉呢下時間都好啊。啊，你朋友冇代表一達就掉嘅啫。我了老師你往正教嘅，唔是講全部嘢都咋，咱是左邊啊你。如果邊啊，你 left right in front 啊 ，front 啊就 left right front 啊 ，back 就看唔到嘅嘛 ，left right 呢，你 front กับ back 就看唔到嘅嘛。目睭，我當俾目睭成目睭。你定係我會嚟啊？我頭都定係我嘅。我係我嘅。冇事啊，講後面我定咩嘅？啊，我冇發廣告。你試下，你講聽啊，這卡是1、2、3、4個是比較多卡是10、20、30、40、50啦。OK 搞。了厲害咯，我厲害學浪啊！對起啦，學浪隻咪咕。係咪好？你同佢講出來啊！家有先生聽你隻波嘅。喂，誒問講我隻後屌啊！我隻後特別比較緊啊，就 call 了嗬，你就免 call 啊。我就記咗啦。誒，別講但先係使用那個先一張咯，冇上啊咯。古仔是有啲人就夾赤燒啲袋咧，其實講起袋咧呢咯。啊，我同你講小袋咧地講嘅，我同你講第一條嘢係。即係。小袋粒真講嘅，我睇個袋我估可能驚小袋粒嚟咗咋。冇啊，有你嘅做紙地殼，小啲一個袋粒時間嘅出嚟看。我冇紙地殼，我就係搏擊呢。好嘛，應該搏擊有人車會掉嘛？搏擊有人車會掉嘛？我冇車嘅話，我就冇車。人嫌是啊，應該有時 if 人 suspect 嫌佢路嚟講，夜踩車路嘛，路係地殼冇可能成超入面車嘅嘛。點解？因為有人有啲頭快寬都滯哦。咁你講我都冇調住去 email 咯。一句話啊？冇唔是。有咩？即係啊，蘇士傾。調住 email。蘇士傾啊。你講稱。我調住人啩。啊，你是調住人樣樣？你到處講調住話？冇。你曉得講調住話？未曉。未曉，按照你講陳超啊，然後春秋嘛，講春秋。佢就是我媽，
是外媽人嘅平，可能如果外爸平時調住人啊嘛，你我未好講嘅。別怪啦，我是變。我都冇殺出嚟，佢就特別調照音就冇。哦，可能啊。你曾經我是調照人嘅，伊個聲啊未走咧。哦，我咧，你係變靚人咯。我一半，我嘛是我一半調照人嘅本嘛。我是調照人。這是 influence 係，這是 influence，因為我講我媽影響，係影響到嘛。影響。係啦，是你媽影響到啦，佢就你講陳超，你是個有，但係你講係咩啊？啊，很懷疑啊！你講係咪？但係你講懷疑？嫌疑，我講懷疑嘅喎。嫌疑。我諗講嫌疑啊，我講懷疑啊，特別，未必我講唔對。冇啊，你使懷疑是懷疑嘛，嫌疑是嫌疑嘛。哦，我唔係聽過嫌疑喎，嫌疑唔是嫌疑犯，係那嫌疑犯嫌糊暫時咱有算好，咱冇嫌糊個當叫。我用廣府話我都聽啦，嫌疑是嫌疑。嫌疑啊！含菜啊！懷疑是懷疑加含咩？懷疑加嫌疑哦。拍聲，咱就是變咗學嘅，咱唔使講廣府話嚟扣分。我是廣府人，我就用廣府話解釋，我冇解釋。哦，OK，明我聽係明白廣府話咩嘅，你講下面未曉嘅。係啦，是不是？一定只是個一看呢即係即阿龍唔是講啊，講佢短期是佢唔知被波波陳冠只物件事，人家講廣府話。我知。人家講廣府話，但冇去到。伊講廣府話真好咧，伊講廣府話真好咧啦，我古仔解講廣府話喎。你就去講，你講做咩事？看日去，你日去真文是條例啦，特別。真講嘅就是條例。你講大澳門啊？你講大澳門人。大澳門只係可能幾樣只個日去人民嚟啦。了。即係講嘅就呢啲嘢大條。OK，你就去講過未？แล้ว我是人裝都知咯。厲害啊！我諗你使日 NPR 特別冇使，你使日過嚟都知咯。我就 print， 我又拍定定咯 ，print 拍定定用 Word 拍咯，拍定定咧都仲有嘅 notes 都知咯。一條bằng是font 少少嚟嘛，就 print 咯 ，print 咗入到 NPR 裏邊咯，定嘅 NPR 咯嘛，就係你電視機上啲開冚。就。念落去你裏邊你會咯。你就開嚟看咯。你條念咧？而家阿妹，而家阿妹，你都趕快開嚟看吧。你部開嚟邊嚟隻啊？冇啦，嗰隻招個。講啊，就是啊，寫啲到頂去咯。寫到到頂去，哎，早就起寫我啦，你寫。寫錄住落來都這條錄上到頂。冇往時考察時次冇上班。考察到頂冇上嘅。我記，你問未記？我記定當我讀中學時啊，我考察時先使叫人家來換到頂來，即係唔是換到頂人，叫人參來位你知道？這部上位，對，佢個人到頂個來變過來，因為咱頭前有一個咩抽屜，畫倒頭我諗是對名喎 ，ABC 喎對。可能我等冇上啦，但是考大考嗰時，哇，你是去禮堂會考啊，是個冇上啊，即到頂，你未上去就上到頂嘛。是咯。是咯。你嚟過美國作招。佢就實就冇人嘅曉，我只能用嘅，冇人用佢。當然講晒佢世界人仔啊！你係咪 copyright 起嚟冇別人睇？copyright 係啊！我只能 copyright 咧係俾 copy 佢哋啊！我唔係聽佢人用過啦。我寫啲 calculator 會。calculator 都寫。你知啦，用你 scientific calculator 有 case 嘛？寫到你 basic 會計 case 裏邊咯。係 scientific calculator。呢個更厲害。你用 calculator 除非是考 mathematics 嘅嘛，但是你考可能考定啦，你冇可能嘅 calculator 就係嘛。我呢是多我個就用到用 calculator 係嘛 ，even 你讀 software engineering 嘅咁啊用 calculator 係嘛。我就冇做過呢啲書嘅。我諗就寫 calculator 咯，你看咯，用 NPR 啦。
別聲啦嚇，冇白刀是好白扣是未一侵咗亂嘅字。因為切你嘛用 eraser 切咗嗰隻寫佢咯。即個即個我聽即個數字傾講，我是差唔多記冇滿了，是當時驚掉臉了。我唔是講我買做，但我唔是講，哎呀冇啦冇好啦，呢我是驚。冇，唔是喎。我唔是講頭層，唔是講記冇，我是驚頭層面我有信心嘛。哦，就係。有時換一下了，你點先嚟記寫隻 little note 嚟笑佢嚟講，你唔要記，你點先嚟記啲你腦會個好咩？啊，你 call 出嚟講，你嘅馨香啊，就係。是啦，接啦，絕絕我是有 ready，冇講就係頭。ready 你近歌字你笑咩啊？阿咩？Ready 你係唔知愛講。好啦 ，ready，呢個 ready 都未得嘅，我有背一隻未記得，寫你近科又加近科又寫呢樣嘢。好了，來，講邊特別冇 ，OK， 我唔諗 ，OK， 特別這裡我冇。哎呦，這是讓 Randy 嗰隻對啊！媽，這 Randy 數啊是啊，一對嘢啊！等陣我叫你講先啊，我突然間講那句，一對戲，I said 就是 blow 嘢，有時睇你講係咪話未走過？啊，你看咯，我有夾咗去袋咧，本來看。咱日多啲就 refer 就對咯，你可能成日講 refresh 就對啊，我看到有幾個字啊，有會記就對啊，冇睇過幾就看到有嗰啲幾個字 refresh 快快啊，佢笑落對就搏擊咯，佢就走去嚟邊寫咯，你記袋咧，你別使記過幾就你頭殼啊，你就係你就快快記快快對快快，你件事你用半秒時間1 minute 你看嘛，啊，你用你1 minute 嚟邊看咯，看啦佢就走就對入邊寫咯，你別使話你。緊張嘅看你咋，你都係真真嘅你看你咋，就平常。真係冇數喎，冇數你啦。有個有成日講你就是想讓佢八爪可能啊，你睇到八爪冇啊冇做咧，啊對話爪咯，就到頂嘅邊啊對話爪咯，冇八爪啦，伊個爪好啊，我爪好人看。哦，你講成話抓啦，啊，成話抓。你成話抓咧是，點解住講啊？係成話抓咧是維護教對嚟，主要你唔使去回嘢，你喺邊啊你係？不是人傳去啊時候，你邊啊人個傳學另外一人咧，但我個拍到啲學者呢頭把講你唔使咯，我冇傳到佢嘢咯。邊啊你啊，冇傳去咧就要傳邊啊你啦。啊。แล้วอาศัยกูจะเลยสิอันจ้าละว่าบนเจติงอ่ะแล้วอีกสี่จ้าสักกระชุดนี่ใจตัวโอตัวเต็งยาวเลยสิแล้วอย่างในตึงในตัวเต็งมาแล้วที่จะตัวเต็งเจนของในหลัง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อีกจ้าเลยสักกระปีอ่ะปอแล้วสินใจจะเลย就เจเท้าเจนของในกับปีเจ咯แล้วอีกจ้าสักกระชุดปอแล้ว就ดีละฟ้าเนี่ยแอม咯哦有咩我ตัวโอตัวโบตึงตัวเต็ง我ตัวมัน是一條冇啊！我當冇上，我之前我當個 special，跟住唯一一件我當時有我喺度頂嘅。馬來西亞啊，馬來西亞。哦。馬來西亞。哦。特別我頭先學到講，我有時安尼我唔知叫做做是唔是作弊啦，成家。啲你啲考察以前，你入去嘛？就係你直接去借你位一條，係咪日做寫你記名啊？跟住寫你上做對面，你講結果作弊哦？我唔知。水啊！冇水啦，你個記記乜嘢水？你實際我特別你都冇頭看不切，你個就啲頭腦會想出來地曬啊嘛。是啊，啲頭腦想出來，成日你當然你入去嘛，你入去係你兩個學你借位啊嘛，借落去，因為你就睇咧，伊頭到學你抓笨笨咧嘛，是啊。學你抓笨笨，你冇水啊。係啦，然後你咁樣就even 伊唔講 start 學你做面唔好啦，你借落嚟有抓有變啊，咁樣。佢就寫落見嘅，寫嗰啲寫咗咗，寫嗰啲寫出嚟啊！特別是辦法你咋？伊講我唔知喎。如果嘅 MP 啊，寫都未使寫你咋？調換啦。特別我是啦，沙哈利是較好佢去到啲斜去抄啦。
無有陣時成個伊講 OK 攞 start 啦，start 嚟講我係咪未看伊對咧question 嘅時候，我度咁樣寫嘅啦，出來成個都 point 啊，成個尤其是人大家都講就 tips 啦，人講 tips。嗱，阿架你都冇咩記，咁樣都佢寫出來咯。其實我做過。而家喺度表見做事啊。阿靚呀，你阿靚呀，你第一教頭看嘅事，人可能你告訴我。這個頭看我咪就係。冇講真嘅啦，差唔多本啊，差唔多係少只係曉嚟講到就明嘅事啊嘛。特別我有一道我捌拄過呢，就是 call 出嚟點先，拄好我桌頂啊，我桌頂對面寫掉喺裏面，唔是我寫喎，啱樣。哎呦，死咪是水。我冇先生掠掉啦，冇先生掠掉啊。冇先生掠掉，特別啱樣我都。裏面 formula，你死頭掛本啦，都冇漏蝕啦。嚇，他人多少冇嘛？你叫咩啊？mathematic modern math，另外一個 advance。mathematic tambahan 嚇。哦，叫咩啊 ？additional MS 係你嘅勤科啊嘛。勤科。你攞個頭唔識嘅。我有啊。我冇。我是 college 跳去讀。我 MB2。我是from 我讀 BF 讀咯。BF 讀啦。我冇人讀。啲讀。阮是家勤科頭殼本咯，喺你學讀 BF 讀。from 6是冇頭殼。我嗱曬 from 6嘅勤科佢讀學啊，咪嘅。from 6家勤科讀學啊，頭殼本勤科，讀冊本勤科。讀冊勤科咯，學啥？我嗰時讀你 double max 都真係話夠啦，頭個險。哇！你咪真係厲害咯，真係搞咯。冇啊 ，double max 而家呢，睇死。哎呦，我發死我等人啊！我 Chinese 係 B7。哎呦，你慘！Form 5嘅事，我想講垃圾就我想再搞一個嘅事。誒，我講點我就哎呦，我 Form 5嘅時就後面我 expect 我係 Chinese A1 B1 你知嘛？就唔是 KC。係咪 B1 A1 係咪 A 第 A1 啦，是 A1 咩 ？A1 我未記啊。A1 啊 ，B 乜啦？1 B 是7加8誒。冇記咩黃㗎啦，唔是咩？唔是黃㗎啦，變 B。A1、A2、B3、B4、B5。我唔知喎，你講句下先，我上樓啊，講句。是都冇上啊嘛，咱三個人㗎啦，冇上 grade 呢度。哦，真嘅，等一陣講第四嘅性啊，即係講啊，即係講性啊，學頭講性。我估真係啦，是 A1、A2、C3 到C6 有 B7、B8。對，我本時係睇你，我本時係睇你。哦。安尼下我嘅時候睇你。講句我未上過 A1、A2 啊，แล้ว C3。C4 แล้ว C5 C6 แล้ว B7 啊成個話啦啊當劍咩成咯當劍話先咧講當劍話先咧是 A1 A2 แล้ว B3 啊 B3 B4 แล้ว唔知 C 有係有 F แล้วกู E 有 C 是 credit 嘛แล้วกูจะ用 C 是 credit 嘛แล้วผม識上面冇上啊，叫 A B C D E 啊，就冇上玩古仔呢。頂到行掉，頂到唔係叫 R 啦，叫咩？R 是80半咯。哦，我計唔記得睇 R 呢？頂到係啊！我唔知。我未記我嘅叫 result 成咗本咯 ，because 我就差咗。特別係我度我睇 result 時我度呢度美國啊嘛 ，because 我睇一年咧，我就就講我未嚟美國了，然後我實在睇係了我個嚟嘛。แล้วถ่ายแล้วว่าสิก็ผมใจทันผมไม่คิดว่าถ่ายอะไรหรอรู้สึกบีก็ถ่ายตัวอ่ะบีก็ถ่ายตัวโอเครู้แค่ SPM ไม่คิดเลยบีก็ตัวSPM ยาวเลยมั้ยรู้ไม่ยาว placement test เนี่ยมั้ย係咪我特別睇 placement test 嚟講冇啊我咩我特別我特別 call 佢 TOEFL 啊我TOEFL 快彈咯 Teaching of English as a first language 唔是 teaching 嘅是 test of English test of English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 as a foreign language 唔是 test 唔是
唔是 teach 唔知咩個另外這是你係咪一假另外這是咩 as a second language 你冇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first language or second language. 啊，你冇上。即是我是 take call 嘅，你我唔知特別唔知拍啲特別講白換機啊，都計接到我嘅邊。我多我嘛有誒，我有 English placement test 嘅，你就依考慮 level 嚟判嘅就 English。你即你講係咪就作招啊？作招啊？作招冇咩有啊啦，就是寫到你3位咯。有人寫你手班位。啊，寫你手班位，特別即係應啲手班咧就係。我咪寫你管位咯，查波念啲管位啫。對，按hand起來啊。啊，hand起來對。就我梗係情管嘛，啊，想大屋呀，我穿 jacket 呀，我寫到 jacket 係到 jacket 嚟咯，念到 jacket 嚟咯。你比賽啊，我諗考才比賽穿 jacket 嘅。你講我領我，你唔穿 jacket 我穿你。冇使一隻咯，你會穿 jacket 你都俾隻佢㗎啦咯。哦，你大學啊？你講？冇，我係等啊，定打中學時。哦，中學時你看啦，大學冇你看呢嘛？特別啊，你講就是有你物件考車物件真係我講嘅嗬，有人考較高，有人只驚考車嘛，對無關無特，對講是未曉嘅，往時考車是 stress 啫。是特別考車就有你人想暑假，係你無相關嘅 subject 嚟講，伊可能哇，我考這個時我真暑假，所以就暑假考嘅 challenge，特別有你未曉嘅，伊就講。我冇，I don't never 暑假考車，我真見考車。考車是馬來西亞地暑假嘅咯。我暑假考燈籠。做乜事？考華語是第三嘅，因為我成好嘛。哦，是人變，你一時成暑假寫作文。誒，我考車800咗。8啦，我特別我唔是900，8本啊差唔多啦，冇咩曉。我知道考實際啦，是 form 6嘅事咯。我講聽啦，我啲18年考咧是，我而家直接未曉，我冇讀掉你知哦。伊去考咧日本嘅時候，我冇睇到哦，我就講我等一條邊看到伊 question 嘅咧，幾難條呢嘛？你真係唔識是就少 question 呢，伊一條 question 就結婚嘅啊！我特別寫句成個 essay 嘛，我看佢邊頭前邊後尾未曉個了，特條未曉，我特啲 question 我寫個 one paragraph 一段咧，我未寫，我特別畫咯，我特別畫多，我個記我畫回想，你真係定一幫時就興嘅咧回想，就出鼻回想。啊，我聽你講過咯。對，我等我講過，我咧實在啦，係使鏡嚟看，真的啊，講。你即係特登諗考咧，我唔知特登嚟學堂嘅時，特登嚟先生揾做啥，特登諗考咧切成個出就學堂入邊嘅啦，成先生又嗌半你嘅考試成績點先，呢度時間第分擺起。每半人考車了時，每考車攞半段人嘅混嘅時，唔是特登人要聽華語，特別要講人有一個幾難聽，仲表聽喎，佢俾講嘅話嚇嚟。係係啊！一樣對啲半個鐘對而家鋪卡伊對誒擺講第一關分嘅關係嘛，就錄就希望靠住你叫做錄啦，係啊！誒啊！我叫你名啊名啊！阿楊我嘅錄是幾分啊？肯一兩肯半嘅嘛？是唔是特登先生肯做我唔知。冇啦，唔是啦。第一關嗰啲嘅嘛。嚇！所以特登就是讓一半第一關到第一嘅，但係你就希望咁樣叫做你名。就是啊，嗬，只驚有本來我係決定到少，你只驚少。我知道是，你就我知道是我戰咗起航嘅咯，我暫時我佢記過，佢嘅先生，我唔係講佢先生，誒你就阿像咱嘅學堂嘅一個八名就講下資格一個巴士嘅rate 是60分嘛？啊對，60分嘅接嘅，對。讓我總幾中到第關嘅60分。哎呀，係咯。開頭我總40分了8咗咯。是啊，我嚟到分享，你真係有當時我自己企，我笑，我讀交通根本未落嘅。有時我講嚟聽，考試就啦，歷史，考歷史，然後暫時每次喺當嗰第一關分擺嘅第幾分喺半嘅嘛，事實，喺度叫我是，我夾到50幾就冇 pass，你就我喺先生叫我，紅喺咪叫我名做係啊，伊真係 root 定位咗駱駝卡，就是你叫我定駱駝卡，我講要，一部我講一個名我 useless 哦。喲，冇內容，我講啊，華語叫人身攻擊嘅，會使講。呀，我真，你知我暫時我是就成件咗，按咗我唔是講考我淨係少分嘛，我減兩不8
啊是係咪呢隻？我度我就幾分食 fail， 你講笑就食笑啦。我都唔是 fail， 我驚就冇發射嘛。對咯，笑就食笑啦，咁就冇發。乖啊！你無爽嘛？伊問我一個你可能我 after 的我就我比我家己嘅你都冇人講，我哋你掉啊，我未熟嘛。你都放鬼？啊，是咯。放快咁聲啦。睇未合定嘅可能。是啊，依個掂落頭卡，我家己頭卡橋咋。哦，特別你是你是唔是一刀掉掉？你看到把刀都唔加 fail 你歷史啊？我特別 SPM 歷史冇 fail 啊，佢未開本。就是有可能你驚的話，你驚到這時候驚你先使。我唔是驚，我是 DL， 我是冇笑。有講唔要緊講 DL。是我就杜蘭寧，我冇數㗎，伊人係冇 respect 我嘛。啊，冇 respect 啦，佢都冇。現在伊個呢，我唔是講靠亢奮，係靠十幾分，我是靠50幾嘛，啲白嚟學定我是80，你知冇？佢就會記得佢哋嘅笑，哎呀，白嚟。你80幾先聲嘅？做當波你都80。啊，幾先聲啊！我冇加時啊，啲先生。是啊，真係冇加時。這條數我只一直喺做我呢係。應該記得。我係班嘅人嘅啦，就成日見就講按咗直接佢先生按電話做一個很名話。你近到都一人掉呢啦。掉咯，就是近到我一人掉呢，我就唔答到你招勸佢，我係冇看人喺。你冇妹啊？先生，做咩事你偏心？乜電話做落頭卡嚇？係咪事你咁樣解釋？我掂我講我掂我就講。我咪知，你基本是有人講是因為可能伊對我嘅 expectation 真懸嘛，可能我 feel 伊無爽無歡喜嘅哦，就是人肯安慰我肯講，但係我無爽，因為我無暑假。不你在幫 echo 嚟先，先生，做咩事你哋偏心？做咩事你電話 call 咗落頭卡？然後我都激條嘴。我哋立掉你得一條妹嚇，你當你立掉你四檔妹得一條。冇意思，嗰時候我都做面嘅。你講你哋我等入面別再講嘅話。哦，對嚇，我等入面別再講嘅。我是認真佢揸未曉做嘅事啊，湊嘢梅地咯，湊梅地一邊就俾你就。個 B 個真係打係你邊啊！你交白咗未曉拍攝嘛？喺度湊梅地啦。拍攝是拍攝，朋友看到嗱，先生就走得，就是真係啊！成個古仔，一拍嘛，一睇誒梅地係。古仔有字單就好笑嘅，就是咱靠華語點講有造句嘅嘛。啊，造句。嗱，一有咧就好笑，一就比較。即係阿莫猜，阿莫成人未曉啊啲。啊！伊成日伊迄個字，伊袂曉意思嚟講啊，伊未曉造句嚟講啊。但係explain 等陣 explain 就但即係數時間等陣 explain 就，啊你若是你是阿莫切人，我講你，你用裝可等人時，我當時我就叫做啊 English 有造句時間都做到 make a sentence 啊，就做一個一句話出來啦，你喺度學到一句字，一 word 嚟，一字嚟，就叫啊。有伊問題成個喺啲字嚟講嗬，伊啲人未曉用嚟 make sentence 啦。伊答案就係講今天考試題目要我們用這個來造句。呢個係都比較普通嘅 conversation 啦。伊到呢時就是喺用啊，意思講伊無講到冇意思啊。for example 成講伊用嘅字成日講前菜講就係字係咩字啊？放曬論壇啊，OK 咯。伊答案就是講今天考試要我們用論壇來造句。有寫名出來嗎？係好笑啊！有人喺做喎。必就接我啦。啊，就是咯。搞。那個冇你見啦，就當時咱考下，特別咱有考出來時，我是考有同義詞、反義詞、opposite 係咪個？synonym 啊，แล้วก็係咪？แล้ว可能叫做咩啊？seerti belangan。seerti belangan。Kami lebih seerti kita belangan ya belangan coba kau seerti ke kami ya belangan lah si belangan lah
我唔知啊，我就冇講韓話。哎呦，安怎？咱冇可能未記，咱三人咁樣讀韓啊，12不冷眼了，是叫做不冷。12我知啦，但是不冷眼。不冷不冷眼，死我講掉，笑死我講掉，不冷眼講不冷眼。你唔知啊？不冷眼是冷赤，我聽講接連嘅。你本就估冇講冇韓啦。歹勢，哎呦，死笑笑學頭啊！我就冇講韓啦咧，嘛我from 6 even from 6冇講韓啦。特別係啲英字，啲英字別使未記嘛，12不拉灣掉不拉灣。Berlawan oh berlawan lah sangat sia kisah pan sia tu na berlawan oh si sia sia ada si nu masih orang sini masih halu jadi dia lah saya cakap keras di berlawan sama lembut loh dia nu masih cakap keras ya si lebih hal saya tidak keras Serti就看serti on serti 是你未有冇法度啊，不然我就呢個會驚嘛。Tidak keras，整個按摩就是 hard not hard， hard not hard 咯，對人就是硬，你咪是不硬。答咗真係冇答你講。啊，咯，答咗真冇答啦，咯不是特登幫你做咧啊，這個 sentence 造句唔是這樣。一個一個就是個另外一個就是，人寫當人字，即係按摩出來人冇咩relate 嘅，人寫當人字是我當時咧未記字，人做寫你知唔知？咱當人字啊，你想未記shit，因為我知道是我叫我考出來時候，我直頭我比較說是我特別有畫到啊咩嘛，所以我會記字會興，你知道？特別我別記一筆，我按照寫入面寫字嘛，因為我是直頭寫就係抄抄呢，然後人寫抄抄呢，然後先說呢嗰就特別一興個我差唔多上啊嗱，但係先生我試過我掉我幾隻擺，有時先生冇中意咯，係上我寫了炒個我掉，我了過關啦。誒，我有抄成一道啦，講佢就抄成就是特別係先生嘅，我係寫呢，那是一嘅我唔掉嘅，後我掉咧。我冇講嘅咯，那時先生驚唔掉咧，驚後話唔係掉嘅後話唔掉，我就講啦。啊，接着掉咧，我冇做蝕本整理嘛，然後就是住冇住。是達到是，你達到伊即個按照考卷本考咗本段嚟講，咱就伊 marks 咱就有去計嘛，成日伊計伊就寫伊計分數起來咯，計嘅那時咱隨時誒。伊計唔掉計少，佢都解講，有時計減半分，按照減半分嚇，跌咗位減半分。啊，是咯。0.5啊，0.5，那時候計好都5分，你是點點？是啊，有時計好都點點。特別我之前生咧，我之前講嚇，讓計啦，隻看啦，那是讓隻掉啲，我對佢看佢一擺嘅時，那是看到人冇教我講咧，我就 double 佢咧，其實你嗰啲淡條靠，你是一計好都5分條。你就丢靠10分嘅，嘅人嗬，哦，讀咯，讀，有我只是有條路講讀咯，因為我知冇啊，你就係通常啊，肯定先生嘅啦是冇嘅。冇啊，冇嘅啊，知道。我哋講陣你講嘅，冇嘅先生嘅啦，好似白人講咩啊？咩話 useless 你本是冇嘅，笨態。是啊，老姑婆咯。屌，你就講大擺啊，講前世啊。我哋前世起小時啦，我就係講一早一晏冇可以啦。我哋講啊，一會驚教。哦，嚇，掉嚟句。我哋流咧，打波咧。打波啊，登記摩咯。啊，咩嘢？登記摩啊？登記登記。頂摩係啊嚇。即係咪頂摩係咩意思？登記摩伊係你。不接住啊？接住啊？唔是住，伊頭冇。哦，我讀啊，你個講同我講成世講讀哦，靠大波時講成世讀，你真係講讀。誒，我大家講前世，我同你講。是啊，我看你私人看較直時就係咧。我剛才講嘅啊，前世唔對我同我講嘅，就是我唔對前世講，我是我係聽啦。安尼個好，安尼公平嘛。
你做唔？冇我先生真正，人家講unreasonable 你知喎。一隻係咧想做皇帝呢嚇。對啦，我講佢唔是伊嘅買股票多啊，是係咪啊？是往只濟啦，人應嘅啦。就買股票多啦，啊無是月經教啦，是入面嘅咯。冇，特別那是咱啊，去整啲個卡車咧啊，有時有你先生 racist 嘅喎。哦嚇，唔知啊，我唔知，我唔捌過。是啊，我咁 racist 但係看到冇相識啊，皮膚。啊，會啦，有冇熟啊？有你呢款嘢。特別冇我講聽啦，racist 佢就想將我佢就是去是特特人，我佢就是我朋友學學生嘅嚇，人家驚咯，比較上是佢就一等人嘅嚇，因為講話實講，比較佢就等人就搖頭車，人講下就沒有背嘅啫。你講等人佢就搖頭車，佢就等人咧，人 drop 嘢 glass 去，唔係睇 glass，比較上人就是先生做 curve 嚟講係伊 curve 是個你地管寬就這嘛，你個嚟看咧就巴士嘛，你就是一等人，佢就是 break the curve，講是等人就是伊換所則管嚟講，又咪是死嘅了。是咯。有時每先生看，每先生頭一節時，每先生看就等人到有到半年就每個先生，當即 glass 有 curve 冇 curve，有 curve 就 drop 啊。咪係啊，當時 online registration 就係按照 register 當個 cost。頂到我是畢業了，搞攤 online registration 啦。我啊不畢業是往到去 class， 到去嗰啲拜去嗰啲先生是嗰啲 advisor 看過一簽名，個使 sign up 嘅 class。我諗 online registration 咧，我好似 online register 看到啲 class 就啊，我諗個 register，然後買個 job 咯。唉，厲害咯！其實問題特別快佢講個字咧，我個字先生嚇是我咪嗰時住本啊，我防範事咯，我咪是 call 你即係我咪講你 call 未本啊，啦，because 上次你告訴關係掉，我 call 你叫咩啊？水小嘅啊，你叫咩？唔是水小嘅，你做生意嘅水小叫咩？account 啊掉，個 account 嘅啊做小婆嘛，有時。以前我先生就後尾是啊，俾你 call 嘅時候是 call 出來時咪是有看點先咯。伊就講個村60秒59咧，後尾佢一分鐘都未上啊，就後尾就報告呢啊。呢都是做嗰啲見照嚇。然後有時個一道是特別這唔是 call 出來，這就好笑。伊講這就唔知啦。唔係，我咪講這啦 ，because 講嘅是。我有人無脱個無，特別有貼個人啊，唔是，迄叫咩 account 嘅人應該會知啦。account 係叫咩？account 係叫咩？account 啦，叫 account 嘛，咱叫 account 咪對。因為call 是perdagangan嘛。perdagangan 對，伊叫佢先生咪是。perdagangan 是 commerce 嘛，那有 commerce 對。perdagangan 係 stream 啦，perdagangan 係 stream 啊。有時我咪是 call 嘅時，一頭時咱咪是特別寫是讓貼。karanganที่account เราหน่อยก็ใจอีมันสิไม่ใช่ก็อย่างสิว่ามีjangka masa panjang jangka masa pendek ya jadi liability jangka masa panjang kan咯但是講 liability 咧就有陣時半段嘛咧等下你會寫到咧即係是 liability panjang liability pendek 因為是講你想啱咪 liability 是見招啊個等個低啊liability panjang liability pendek 個你我都想食見招係啊！點解我講你見招嚇？必殺阿娃 ，OK 夠啊，暫時會夠啦。兩個係咪物件講我？後尾物件。我你頭先我幫你講你試試啊。你試試下講。還得 own 嘢啊。哦呀。因為還得我等人還得零啦嘛對咯。然後現在本等人還得零啦嘛，你會試試啊。哦呀。我唔知捌過，我應該是冇啦。你逢識嘅時，你講睇你 MB 都冇可能冇嘛？冇啦，我先生講，我先生，我還下先生，我唔知。OK 啦，邊個先生講？點解好啦？點解唔？點解冇唔加本啦？到底咪你先乜加？掉了 L。特別日本嘅。我嗰陣逢我話北京我同你試，話你就有睇你係咪第呢嘅啊？嚇！還有他們你工程土木工程電子工程的可能啊，下邊等人一般嘛，如果是第一無幾6K 你知有，
真正 resist 嘅先生，尤其是你特別入面 class 嘅時啊，伊真正愛教人學等人嘅啦。哦，特別有就叫等啊，有下你咩 class 入面嘅咧有，直接叫等人嘅，伊未曉話伊做都冇變嘅。哦，有那款的。有本嘅是呢，本咯，多謝。特別好，希望咱拿來拿好啦，咱嚟。特別冇好本就好資本啊，我是啦，啥時候本是有嘅啦，你更加落嚟隨款嚟，你冇插到是還那是等來冇好，你愛 racist 係本是 racist 啦，對唔對？你講？no racist 咯，long racist 咯，應該是冇啦嘛，咪估嚟啦。冇啦，我本冇。感謝啊，各位聽眾，禮拜咱個嚟 racist 句，唔是，禮拜咱個嚟又聽句啦嚇。感謝我哋嘅即個 B 嚟。到啲 KL 到變到特別靚嘅，就能夠做頭看嗰陣時誒，我頭感謝啊！有一個我哋蘇士唔知蘇士 can 到英國嘅蘇士 can 啊，西人面即係搞裝死嘅，其實真厲害呢面頭看。都唔是，我唔是裝死，我是驚，我是驚冇。OK 啦，感謝啦，下禮拜咱個嚟接去啊，不是唔係接，或者禮拜咱個講過啦，感謝各位聽眾，再見。再見。